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这是邓朴珺的最佳写照。细腻新颖的画风，功力尽现，但这身好手艺却在拿到第1名之后就此封笔。我曾经10几年前没画画，因为你学到了传统的东西，根本是没有什么创意，也没什么作用嘛。父母从事大理石工艺，说自己是石头养大的小孩。邓朴珺花了10多年追寻自己所想，绕了一大圈之后，还是选择回归恬淡。我从20几年前在台北就认识蛮多的人，可是后来我就不喜欢，就回到花莲，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室，自己的空间。越是单纯，力量越大。形容自己像在小都会里的隐士，离群所居是为了激荡更澎湃的创作能量。我是觉得说，你要自己要去选择这一条路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创作的观念。就像梵谷他在画画的时候，他是处于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，那不是一个现实的人生活的能够去理解。所以他在最亢奋的时候，他画出来的画是最好的画。超脱现实的艺术思维表现在每个画作上，不受框架拘束，细腻自然的笔触里透露着顺势而为的个性。我喜欢把画跟自己我里面放的大概就是自己的个性，比较细腻的部分。看山不是山，看石却有画，有别于传统水墨3度空间的立体概念，都是画家的心境投射。也迄个设计。老师说这是我设计的抽hình一体组，造型很特殊哈。人家说你画画。当然，画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，可是，在石头上，然后老师又觉得不能把它当画布，这实在是很有学问。说莫名是种无法形容的感觉，这成堆的画作也是淬炼之后的宁静。也喜爱设计的抽hình一体组，也喜爱设计的抽hình一体组。